我为大家演唱还是王文章老师的作品，叫《高原女人》，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谢谢。借一下大家的双手，好吗？怎么样，各位？杨戬唱的好不好？文章老师的作品棒不棒？好，我们再用现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文章老师。同时，我们也有请冰雪姐妹，有请次天加措，有请几位来到我们舞台上。接下来，我们台上的4位歌手哈，将要为文章老师送上他们的祝福和一份小礼物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礼物是什么哈。杨金先请。哇，哇！谢谢。敬献上圣洁的哈达和一个海螺。来，杨金，为什么要送这么一份礼物？其实说要给文章老师送礼物呢，我觉得我应该
我最应该送。